的创作发表的第一首，应该算是我新人阶段的第一间公司。那一张专辑有一首歌非常有名，专辑叫做《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那张专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心生贵几案》那一首歌的曲子是我写的，那也算是我这个从开始签约，然后开始唱《伤心酒店》，然后一路到自己的专辑里面第一首发表的这个歌。那主要这首歌对我来讲意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拍了 MV。那很少有一个这个歌手或者是创作人，他在第一首发表的歌，然后就能够拍成 MV 那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唱片公司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那也促使我这个一直不断的要继续写音乐下去。那所以这首《心生贵几案》，我相信现在应该还找得到。然后 MV 里面呢，跟女主角有一些缠绵的镜头，然后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也算是第一次，人生的第一次，所以非常难忘。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华语，因为它的音只有4个音。那4个音基本上来讲呢，你要套用西洋的形态，任何形态的音乐进去，它都没有那种听不懂的问题。那但是台语不一样台语呢它有8个音。那我简单的讲好了，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懂，你不见得会讲台语，但是你知道相思这2个字，我很思念一个人，相思，相思，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你要写台语歌，那个相跟思的那个音高，比如说相的音跟思的音，思的音不能比相的音低。国语歌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华语歌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台语歌有。相思呀相思那个思的音比相高的时候，你听起来就很清楚我是在讲相思这2个字。如果思的音比相低，相思呀相思会变成想死。那也就是说台语呢，基本上来讲这个语言它因为音的不同，它的意思会不同，所以呢你在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导音的问题。所以尤其是歌词，你歌词写完以后，你的旋律配合上去的时候，它会限制比华语歌曲多很多。那所以呢，其实它需要去斟酌一下。也就是说，你在创作台语歌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先确定这一个词的台语它的发音的会靠的口语是什么样，高低是什么样，然后再配合你的旋律。要不然呢，你唱出来的东西是完全别人听不懂的。那当一首歌你的歌词唱出来别人是听不懂，而且不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其实就不是一首好的台语歌。我觉得在这边要非常非常的鼓励所有这个有志要创作台语歌曲的朋友们。其实在现在台湾这个环境，它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而且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台湾家庭成长的小朋友都不见得会使用台语了。那台语呢，其实有很美的地方。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跟我们一样，来投入台语歌的创作。那无论你是新手或者是老手，只要你有心像爬楼梯一样，不要怕辛苦，一步一步的来，然后这样一首一首的创作。我相信有一天你的作品一定会被看见的。加油！